係啊，我諗咧，其實咧，好多人咧都忘記咗咧，喺1996年咧5月15號，其實咧全國人大常委會真正第一次釋法，我自己認為就係呢一次。其實咧，大家都可能記得咧，喺啱啱回歸嘅時候咧，好多香港人都好驚啦，咁就去移民。嗰陣時其實有一個移民潮，好多嘅精英啦，好多專業人士啦，都去移民。咁咧嗰陣時咧就係中英兩國啦嚇，其實都好有誠意，就係將呢一批嘅精英咧喺海外嘅移咗民嘅，就吸納翻嚟香港為香港服務。咁點樣吸納佢哋翻嚟為香港服務咧？佢又攞咗加拿大籍啦，又攞咗美國籍啊，有啲又攞埋居英權啊咁樣。咁咧就喺24條，即係而家嘅基本法，其實就處理唔到呢個問題嘅。因為咧，其實基本法咧係一個即係最高嘅法律咧，佢啲字眼其實係抽象啲。咁就為咗去澄清同埋咧去確保呢個問題咧，嗰個第一次釋法咧，其實就係講，只要香港人佢喺外國嚇，就算佢移咗民，佢入境嘅時候，佢自己去選擇，佢聲稱佢係咩國籍，即係話咧，佢可以手揸住一個外國國籍、外國護照，只要佢入境嘅時候，佢仍然寫自己係中國籍咧，佢又既不需要講大話，但係又同時可以保存到佢係中國國籍。中國國籍對香港人嚟講呢個好重要，就係首先你可以擁有繼續你嘅回鄉證，第二香港所有嘅永久性居民嘅資格，所有嘅福利係繼續持有。咁所以咧嗰個嘅釋法咧，其實就處理呢個問題。咁當然皆大歡喜啦，即係話其實政府有雙重國籍，冇錯啦，政府係隻眼開隻眼閉去睇啲人係擁有多過一個國籍嘅問題，而且係俾嗰個人自己去選擇。咁所以其實咧如果個解釋我嘅經驗咧，就係話，只要佢係符合香港大眾嘅利益嘅話咧，其實香港人係好實際嘅喎。佢可以係好歡迎一個解釋嘅喎，咁所以呢一個問題咧，其實係兩面睇嘅。